去年11月，心靈受到主嘅大使命，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嘅感動，喺教會推動街頭佈道事工，但過程好唔容易啊！得到嘅係唔同嘅冷漠嘅回應。我哋冇經驗同埋能力啊，太遙遠啦，我冇感動啊，執事會未批准喎，侍奉太忙啦，我冇傳福音嘅恩賜啊！我聽到之後，我心頓時沮喪咗落嚟，嗰一刻真係想放棄啊！感恩今年 BSF 係查考尼希米記，我讀到第1至第3章嘅時候，我睇到尼希米係點樣喺荒廢嘅城牆上邊重新建造，俾我對推動福音事工有咗好深嘅感觸同埋反省。主讓我學習尼希米嘅榜樣，向上主禱告。親愛嘅慈愛同信實嘅主啊，我今日帶住對福音嘅負擔嚟到你面前。主啊，你看見我教會裏邊嘅冷漠同埋疲倦，都看見喺行政體制同埋程序考量下所產生嘅難阻。求你賜俾我學習尼希米嘅心志，讓我唔睇見困難，而係起嚟建造。第一，求主賜下尼希米嘅眼光與禱告，讓我唔單止係睇見冇人回應，而係睇見城市中無數嘅失喪嘅靈魂，同埋肢體因自覺沒有恩賜而產生嘅退後。求你教導我，先喺你面前安靜尋求，唔單止靠人際或者行政嘅批准，而係深信你必親自開路，讓你嘅恩手顯明。第二，求主賜下尼希米嘅勇氣同策略，面對侍奉太忙或者係制度嘅規範、執事會未批准嘅聲音，讓我能堅定宣告：我哋係你嘅僕人，你必使我哋亨通。求你賜下智慧，讓我能設計小而可行嘅福音行動，讓每位弟兄姊妹都能負責自己門前嘅一小段城牆，喺微小嘅見證裏邊經歷你嘅同在。第三，求主賜下尼希米嘅合一同榜樣，讓我不流於批評，而係體諒肢體嘅難處，並親自身先士卒，成為福音嘅榜樣。求你膏抹我喺行政壓力同埋冷漠中，仍有不被奪去的異象與喜樂。主啊，請將我列入你那份重建城牆嘅名單中，願你喺教會中重建福音嘅門，讓你嘅名被高舉，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禱告，阿門。